3、2、1，请剪彩。创造全新感官饮食体验，和 Amber 以深度感受视味技术，好用台南市美术馆场所地质。开设无同款的咖啡厅，这里的咖啡都会当季选用世界各地不同的豆种，然后去搭配我们的展演创作，挑选出最适合当季的风味。那我们会结合台南在地的食材，在喝 Amber 去做呈现。店内有定水式的世界展演，平台顶面播放影片，咖啡师随着歌曲、影像同参与。让观者体验听觉、味觉、甲视觉所交融出来的奇幻世界。咖啡连结音乐家系列，然后以及一些经典的文学、媒合动画创作，跟现场的咖啡师展演，去带给群众透过身体跟我们的五感去认识。手冲咖啡的记忆，也去连结音乐跟我们的饮食文化。这个空间跟这样子的氛围，我想是作为台南市美术馆将来结合艺术里面一个特有的留白空间。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尽量来我们美术馆，之余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到我们的喝 Amber 里面。品牌传达温暖的意象，餐点行暖色系，打破饮食含加文场所的限制。和技术流入生活当中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